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的《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倒数台头先就来报人才。台铁目前甲道路局就强号第8节车厢拖出来，也针对着这件事故，要甲当新异常这两间包厢要求赔偿8亿元。后面认定讲 AC 疫苗会产生太血管的副作用，不过咱台湾是增加做疫苗对象，包含防疫官员、防护员、防疫车队拢会来去做。台中施行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说是有民众寒无水，另外南部当日大欠水，说是有大水管化去漏水。讲到道路局自强号发生意外到今已经是第6天啊，检方也带其中一位关键人，也就是李记上的合作厂商林中清，等到事故的现场进行模拟，也查扣一台脚踏车。法院的检署表示讲，已经接东港伫工程车顶头副驾驶的身份，也派人去找找伊啊。台铁目前也已经向法院写成家口啊，向东升营造公司技商工业社要求赔偿8亿元。为着模拟事故现场，初一透早，检方带李义祥的合股股东林中清重回现场，伊全程挂嘴暗，拢无讲话。警方原来查扣关键怪手，再登去调查。电话打是谈些什么？李义祥真侪员工原来互警方传告案。法院地检署目前已经约谈20多人。迄天甲李义祥伫同一台工程车顶的副驾驶，检方已经掌握到身份。他到底是不是副驾驶，或者只是跟他一起到现场的这部分，我们都还在查证当中。已经派员拘提了。事故现场伫初一透早已经清好势，伫第8节车厢阁发现一只脚腿无法度辨认身份，也犹太 DNA 鉴定。目前49个确认死者当中，47个合法员上验证人士。为了防止脱产，台铁目前也已经向法院申请假扣押，向东新营造公司、宜祥工业社讨赔8.24亿。4月6号上午，台铁来我们本院办理担保提存之后，我们就开始强制执行，然后已经全部都执行完毕。法院庭法院初6裁定申请强制执行，对台铁所申请执行的物件，包含不动产、车辆、存款等实施查封，即马已经执行完。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发生火车败卖意外，也引起众人关注，讲台铁改革的问题。总统蔡英文伫下晡发表谈话，认定改革台铁是一定爱做的。上界主要就是彻底解决台铁组织文化问题，以及着台铁长期以来拢有了钱的财务问题。目前交通部是向台铁公司划这个方面来推动，不过台铁产业工会下晡也召开记者会来反对，认为公司化议题会打击到员工，若是无法度解决问题，甚至是拖慢改革速度。我们默哀1分钟。总统蔡英文率领民进党中常委为台铁太鲁阁号事故伤亡者默哀祈福。即届这个代志造成重大伤亡，蔡总统伫中常会上宣示，改革台铁是一定爱做的，提出3大方向。上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彻底解决台铁组织文化问题，也搁有就是台铁长期了钱这个债务。台湾各地的民众都值得拥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改革台铁，我们责无旁贷，不必怀疑政府的改革的决心。蔡英文指出，当台铁营运会当做到良好管理、提升安全要求，并改善财务困境，才有更加大的空间来讨论上适合台铁永续经营的模式。台铁是毋是公司化，原来成为关心的焦点。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这是未来推动的方向。不过，台铁产业工会下晡召开记者会反对，认为讲这个时阵提出公司化的议题，会严重打击员工士气。我们认为说，事故发生至今，交通部对于事故的厘清，不仅回避了台铁对于承包商的责任，也没有聚焦在事故的处理。那提出公司化这个议题，其实是严重打击了台铁员工的信心。台铁产业工会表示，公司化无法解决一切问题，颠倒会拖延台铁改革的脚步。若要做，就要先改革交通部甲立法院，也烦恼为了营收的裁员。其实台铁公司化，历任交通部长拢想要做，尤其是台铁当年亏损，负责金额突破4000亿。前交通部长何丹丹认为，公司化才有机会调整票价。价调整的一些政府的决心的话，就在开始争取乘客的信心，以及对员工的喊话。表示说啊，你看，我们就依然面对你真正业务的方向，以及你的财务结构。
何丹丹认为代替公司化确实有难度，不过进前已经有中华邮政甲电信这相关的经验，应该当找出上适合的方案。而且一旦公司化，公开数据资料，调整票价，民众反对的声音就会较细。公司化嘛，才会当互代替脱离行政加政治的束缚。记者综合报道。道路局自强号发生排北意外上界严重的第8节车厢，总算伫初6半暝拖出来清水泵坑啊！交通部长林佳龙也特别感谢花莲在地已经退休70岁老师傅，伊对工作是真了解，主动到现场斗3工，才会当互抢修的进度变较合紧。讲到这回受伤的旅客，有真侪人已经出院了，目前还佫有34个人等咧住院，其中有4个人等咧加护病房治疗。无连车体未受废弃的第8车厢，防控伫转向架顶，初6半暝总算为清水泵坑救出来，比原本预计时间要近1天。除了透明赶工的抢修人员，也要感谢一位主动到现场提供专业知识甲协助的老师傅。隧道内这个要把这个列车拉出来，可能非常的困难因为受到极限空间，吊车也没办法进去。拢无练落去啊！出来出个真大力才救会起来，无啥物秘诀啦。阮总是自少年就开始做起啊吼，拢是做这迄个较困难度的代志啦。70岁早已经退休的陈永龙，抢修期间，逐工主动到现场斗3工，提供工程人员更速调区的专业建议。即马第8车厢拖出来已经有功劳。太感谢了。坐伫第8车厢的林先生感激的对门内的医护人员一直说多谢，因一家伙4口罩因为伤势稳定，初7准备转转去徛街附近的病院。泰鲁国好事故来到第6天，陆续有一寡好消息，不少乘客的伤势拢在好起来。像6岁妹妹不幸罹难的杨家小姐姐，开刀了后状况稳定。早上去看，状况非常的稳定，意识清醒。那么他开过刀之后，他的左边的颅骨是拿掉的，那颅骨拿掉之后呢，那这个大概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再动手术把他的骨头放回去。伫部立花莲病院就医的老家3个人，早起也办理出院。爸爸甲查某囝当北部继续工作上课，妈妈登去台东休养。复原状况都还算顺利啦，那之后还是要休养一段时间。伤势稳定会当转院也是出院，虽然是好代志，不过这摆事故也互受伤的人带来未少精神创伤。有人唔敢搁坐火车，有人到暗时也就做噩梦。爸爸也说不会再搭火车了。那个场面真的太震撼了，到处支离破碎，尤其我们第7车要爬出去的那个。虽然安尼，真侪受伤的人也是真坚强，感谢救援甲医护人员这几天的协助，未来将甲家人互相支持，希望会当早日家属伤痛，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道路局自强号发生意外，造成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是台铁70年来上界严重意外。虽然交通部长林佳龙已经向行政院来讲要细致咯，不过早起又往去到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针对着这届事故进行专案报告。特别立委也认为台铁的监督管理无老实去做，调业立委也拢大声批评。交通委员会开会进前，全体人员为这摆事故的50位罹难者默哀1分钟，表达哀悼。默哀毕。这摆泰鲁阁号火车落尾意外是台湾铁道史70多年上严重的死伤的事故。立委不满无落实台铁总体检的报告，是彻底人好。政府杀人，立刻下台。台铁的改革之所以改革不成呢，是谁的问题？台铁改革是一个组织改造。都是高难度的，因为组织有它既有的惯性，甚至它的一个利害嘛。知影立委这期政府化代替爱改革化2年，也阁无看到任何的改善。就连家己的民进党立委也是一直讲爱检讨。中长期我们必须研究长期的，将全线纳入相关的监测的范围。你相关比数内，云南会主委杨凤池对着媒体联盟讲，停车徛伫树丛内底，是毋是怪树山顶动，颠倒无帮助。杨凤池强调，徛伫树丛有直接的资料，会交予检调来处理。它从上面丢轮胎的状态它有在卸轮胎这些资料我们也都交给检调当时上面有一个怪手怪手它好几部怪手其中是哪一部怪手在做什么事情相关的资料也一样都是交给检调在处理。
对于泰鲁阁河火车的落马事故，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也通过临时的提案，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要求台铁局3天内提供有关承包厂商过去5年得标客户文件，还有击败工程的相关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无增加任何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后礼拜，也就是4月12开始，注疫苗的对象会列搁较宽，包含着中央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康复人员、防疫车队驾驶等等，拢会当去注 AZ 疫苗。也若是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敢会放零旅游线登来到台湾的检疫标准内。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这2天会进行讨论。咱国采买新冠 AZ 疫苗已经有31万6,000剂到货，不过注射2礼拜以来只有18657人注射。为了维持防疫的量能，和高感染风险的对象，应尽早得到免疫的保护力。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4月12开始扩大疫苗注射对象到第2类、第3类，也就是讲包含中央甲地方的防疫人员、各级航空机组员、防疫车队的司机、防疫旅馆工作人员等，拢会使来注射。加上第1类所有医事人员，总计有61万3,000人落入疫苗注射范围。这个大家已经把我们基本上在防疫上面比较会接触到相关病毒的人员，都已经涵盖到里面来了。另外，考虑英国、南非共和国家、斯瓦蒂尼王国这3个国家疫情已经过高峰，而且明显有下降。加上咱国已经2个月无检出该国境外移入变异株的个案，所以讲第4月70开始，入境的旅客唔免再住伫集中检疫所，恢复1人1户的自主检疫做法就会用的。不过，巴西依然维持专案的集中检疫。巴西主要是它疫情持续的在往上升，屡屡在创新高，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留着，需要做集中检疫。另外，该关心别流旅游泡泡是不是放宽回国的检疫标准？但是中讲，根据修法团登来报告，若是防疫的做法做得好，回国旅客就无需要5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全部改做14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这2天的综合来检讨。另外，即阵国内133个新冠肺炎确诊的人住院隔离中，大部分是境外移入。其中部立桃园病院互相说话事件，有2人伫加护病房不使用喘气的机器甲叶克膜，即阵已经解除隔离，也伫住院。这2人肺部纤维化较严重，依然必须使用喘气的机器。记者综合报道。后面的药物管理局表示 ，AZ 疫苗甲脱血管的副作用是有关系。指挥中心的专家李炳英认为，讲这个消息恐惊会影响到国内民众注疫苗意愿。另外 ，BNT 疫苗一直拢无甲咱台湾回应。指挥中心也讲，可能会放弃 BNT 的疫苗。台湾扩大注 AZ 疫苗，指挥中心会统计已经注疫苗的人，观察资料的状况，才来决定敢要继续开放后一个注的对象。不过，采纳后面药物管理局表示 ，AZ 疫苗甲罕见出现肺癌的情形明显有关系。国内专家认为讲，新冠疫苗研发的时程真迫，类似的消息确实影响到民众注疫苗的意愿。新冠疫苗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快就研发出来的，那它最近也有一些负面的新闻的报道，所以这个会更影响它的那个接种的意愿。不过，毕竟我们以后还是会有其他厂牌的疫苗进来，民众可能还是未来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李炳英表示，民众若有无共牌子的疫苗通好选择，都会提关注的意愿。不过，指挥中心原本甲德国 BNT 买的500万剂的辉瑞疫苗，一直到今拢无回应。指挥官陈时中讲，无排除要宣布放弃这个注文的单。也若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黄立明认为讲，眼光都要看较远的。如果想要买，比如说明年后年的疫苗呢，我们可以跟他另外另起一个合约，这是不同的合约了，然后跟他们做一个长期的协议。那我想，如果病毒有突变，需要换新的疫苗的话呢，RNA 疫苗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所以我们跟这2家公司可能应该保持联系。黄立明表示，目前疫苗也是属于未封的市场 ，BNT 疫苗在国际上上过抢市，若买无是疗伤会到的。不过，乃当改签长期的合约，未来若有新的变种病毒，也是有可能用会到。建议指挥中心甲辉瑞还有莫德纳公司保持联络，才会当对国内防疫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南部水情是暗洞洞，目前是由南化水库的通连港支援高雄的用水，不过却因为港线上过旧，却伫咧漏水，也互第3线破一个大坑。自来水公司经过抢修了后，目前也已经修理好势啊，会当恢复送水啊。
施工人员当日使用测录机画出工作范围，要找出泄漏的所在。南华水库连同港车二开通，一定送水去高雄。不过测量却是伫第三线367公里的路面，互人发现真侪自来水规个轮出来，也互规个路面塌一大坑。自来水公司第7管理处举报了后，紧急抢修。不过广线老旧，泄漏已经不是头一届。台山线387左右加这附近这连续这样的报有时候。我们的政府机关一定要看管。我们现在缺水的时候比马咱特别爱注意过来，这是一个台山线重要的干线的时候希望公安不要一直在演。李长是讲，真侪年前附近连通港也捌被讲过，各互民众抗议。水公司表示，南华连通港半年拢唔捌叮当，最近开始冲水作业。根据现场的了解，应该唔是别讲，是老旧后期才来蓄水，流失的水量一定10吨以下。经过抢修，一定测试半年12点前会当完成修复，同时来恢复送水。昨天这个它不是破管，它应该是钢管的一些腐蚀所造成的一些渗漏，那所以说我们大概今天正在找那个钢管渗漏点。如果说钢管渗漏点找到的话，要焊接，我们大概今天可能或许晚一点就能够跟它处理好。那整个高雄跟台南的供水系统除了原水的管网，我们还有自来水公司的管网，所以它的供水是联合调度的。那目前在原水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抢修，并不会影响所有的高雄这个部分的供水的调度若做南华连通港成功送水，一定逐工会当支援高雄5万吨的原水，而且目前针对高雄地区用水也改用定清湖来应急。高雄市水利局也强调，目前未影响到高雄民生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对4月7日开始，台中、苗栗甲北彰化地区实行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有真侪民众拢是提早要欠水准备，不过今仔日是限水的第2天，有民众去到灌水站要灌水的时阵，发现讲灌无水啊。自来水公司表示讲，民众若发现讲无水啊，会当敲服务电话去甲反映。全开临时供水站的水道头却是一滴水也无。4月7日起，台中市苗栗县甲北彰化地区实施中午停止分区限水，也毋过停水的第2天，不少民众到供水站拢摕袂到水，这会当无奈等待水车来补水。这供水站是咧在坑我看的。啊，都无水咩？我应该补的比较慢吧？你昨天就已经觉得补的比较慢？昨天我有来打了2次。无奈一般民众受影响，有一寡用水量较大的店家，也将公休日调整到停水这2天，来闪开停水时间，避免生理受到影响。因为我本来就礼拜1，现在停水2天嘛，我怕第2天的停水我不够用，所以我就改休礼拜3。台水公司目前伫台中市设置347处，苗栗县设置65处，北彰设置45处临时供水站。民众前往提水的时阵，会当先查询附近供水点甲供水情形。台水公司表示，目前除了加水车机动补充，也会透过之间回报水量状况。昨天3趟。3趟那今天会更多吗？应该有可能。台水公司观察，停水的第2天，提水的民众明显变多，可能是因为储备水已经用完。建议民众会当避开下班人较侪的时段，若发现供水站无水，会当敲各供水站联络电话，也是免付费客服专线1910，会随通知水车来补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火力发电厂的3号机组伫初5半暝重新启动。虽然台中市政府开一张300万的罚单，也要求中火就要随来停工。不过中火伫初日暗时阁用涂炭发电。台中市政府认为台电是故意要重新启动的，就开另外一张2000万的罚单。不过经济部和台电拢强调讲，3号机组重新启动是合法合理的，环保署也撤销处罚。台中市环保局准备4月7日暗7点亲自带队到台中火力发电厂durch10客闸，当场发现3号机组已经开始投炭发电。因为台电无顾到台中市府前1天的停工命令，决定以空污法重罚2000万。我们现在全国电力现在是有余裕，现在还有11%的备载容量，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时候急着要开。我们的稽查人员也下到他们的一个燃煤的一个送料的一个输送带那边去确认，确实持续有在投入燃煤，
进行发电的一个行为。台中市府表示，台电初五暗无预警启动中火3号机组，环保局前往稽查发现3号机组已柴油烧污渍。也毋过，这个操作许可证去年已经废止，所以先发300万，佮要求停止操作。也毋过，台电并无停工，初六直接倒摊并联发电，所以加重裁罚。也毋过，台电董事长强调，3号机组并无违法发电，也毋捌超过法规上限。那这2部机组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这2部机组代表的是，我们并没有超过我们应该可以运转的上限。经济部初七甲台电召开记者会，认为台中市府废止许可证的主张已经予最高行政法院驳回。这摆3号机中心启动，是因为电力调度需求。那启动3号机的理由很清楚，我们3月底连续3天，在我们连假之前连续3天，其实我们的用电负载已经超过历年来3月的负载。环保署指出，中火以许可证操作并无违法，将撤销裁罚。也毋过，台中市府认为环保署撤销裁罚已经侵害权力分立甲电网自治权。对中火23号机组的许可证敢是无效，电网中央拢有家己的看法。若无法度取得共识，中火经济将会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哥伦比亚有一位104岁老中寿阿嬷，把感染到2届武汉肺炎，落背所人好离离。有真侪病人虽然是有好起来，不过有关有1/3的人出现心理甲神经性方面的病背。在互另外的奖项内底，白头鬃的阿嬷很难得知康复出院。这位104岁阿嬷住伫哥伦比亚北部，是第2届为着新冠病毒，嘛是第2届拍败病毒出院。104 años, ya 21 días que la tenemos hospitalizada. Es una reinfección, al parecer fue clasificada así por nuestros médicos. Afortunadamente, pues evolucionó bastante bien, un trabajo muy fuerte del equipo científico, del equipo de terapia respiratoria y demás, en el cual pues hoy cantamos victoria y decimos que esta paciente quedó recuperada y sale con las mejores condiciones para su casa. 多套小报道很难得知，去年6月头一届为着病毒，伊伫住了25天的圣荷西养乐院接受治疗了后康复。今年2月，伊注射了疫苗，煞搁伫3月7日第2届为着病毒，互送去病院的重症病房治疗，一直到这个月初5才康复出院。这是这个针精神病学期刊发表报道显示，为超过23万名康复患者的健康记录来看，有34%的人在康复以后的6个月内底，互判断出现生理甲精神方面的病症。嘛有超过一半医疗相关人员用无健康的习惯来度过疫情的流行期，将近30%的人认为因的心理健康恶化了。I've had moments where I feel just disorganized, unfocused, anxiety, just living with anxiety, like in the pit of my stomach. Sometimes I notice like heart palpitations because there's just always something that's going on. 伫康复病人内底，常常看到的病尾就是紧张甲情绪的障碍。另外，甲有其他呼吸道感染的患者相比，康复病人出现脑部疾病可能嘛明显搁较悬。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初六表示，经过中四轮扩大事件了后，也当咧考虑讲要甲运河混化，提升硬体设备，避免日后又搁货船卡伫咧遮。中英海运旗下的大型货柜轮中四号3月23卡伫苏伊士运河1礼拜，造成2边几啊百只船只无渡经过，全球的海运大乱。为着避免相关的事件再发生，管理当局才考虑甲这摆扩大事件发生的运河南端甲伊混化。بندرس دلوقتي ونخطط حتى عمليه التوسيع برضه اللي هنعمل توسيع في قناه السويس في الجزء اللي هو الجنوبي ده لو نعمل توسيع بدل 250 متر هتبقى 400 متر. 2万个标准货柜 TEU 的中四轮排水量22万4000吨，长400公尺，宽59公尺，比航空母舰较大只。因为海上运输的需求是愈来愈大，货柜轮也愈做愈大只。所以，运河管理局表示，未来继续确保甲中四轮共等级，甚至是更加大体型的船只畅通无阻碍。除了混化工程也拍算增加大型的拖船，伫现有上悬有力120吨的拖船的团队以外，新增加2只有力200吨到280吨的拖船，另外也要增加大型的起重机，关键时刻会使摕超大型的货柜轮来下回减重。في مركب يعني عمليه صعبه جدا وبالذات لما يكون زي المركب برضه خلينا ناخد مثال بقى المركب دي كان ارتفاع الحاويات دي 52 متر فمفيش أذرع شحنه بالارتفاع ده تيجي من البحر وتعمل الكلام ده.
廖主任脱离了后，已经入去大库湖进行维修甲调查，属青湖阿爸的船只航行记录器，也已经交予调查委员会，并且完成分析判读。不过原因调查小组也无达成结论。运河管理局长拉贝表示，估计2-3天就会有答案。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在路谷自强河的第8节车厢驶出崩坑了后，也伫咧现场也发现一个失身的部位。花莲地检署表示讲会采样来做鉴定。另外，伫这场意外当中过往的一对兄妹仔，因伫体育大学的同学，今仔日也来到花莲殡仪馆，要来介绍。国立体育大学的兄妹仔张云云甲张云祥，一家伙仔4个人伫太鲁阁事故当中，跟妈妈来活落来。初7早起，体大同学甲亲戚好友拢来参加追思，嘛有亲人甲张家厝内面的狗仔带来见主人上后一面。花莲地检署的检察长卢秀端嘛来到现场，说明伫主现场的车厢全部刷走后的调查状况。在现场呢，还有发现一些残骸哈，包括有一只小腿。然后还有一些身体的组织，那这个呢，到底是另外一名死者，或者是说这个是其他死者这个死者的这个遗骸的一部分？那我们目前都已经采集 DNA 来送鉴定当中哦。检察长表示，目前50位的死者确认身份的有49位，其中47位已经核发死亡证明，嘛有2个人是因为是外国人，也未来核发。遗体会先放伫殡仪馆，另外挂界关心，代替向机伤工程来提出查扣财产的部分。花莲地方法院嘛出面来说明。本院在4月4号下午有收受申请，之后在当日的深夜就已经裁准，台铁申请强制执行的金额是3亿7600万元。代替事件的刑事甲民事赔偿的责任受到外界关注。卢秀端嘛讲，在刑责的部分，检察署成立专案小组，由6位检察官参主任检察官来指挥，会逐工召开专案会议，希望会当赶紧完成正常的调查。记者陈雅文、许凯、张玉水，花莲报道。消防警员伫前线救灾，无论是捌甲规身躯火，也是现场乱糟糟，对因来讲，拢是一种正歹的记忆。台积电的资深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这次来到花莲消防局，了解救难人员的需求甲心声。大体方面，比较让人家不舍的是丝带的品质不是很稍微滑一下，那个一般的塑胶。可能承受不了。身为救护技校大队长，嘛是花莲主治医师的吴坤杰，就把救灾时的问题反映出来。张淑芬嘛利用纸条收集消防人员的需求。伊讲政府虽然有伊的管道，但是去夹的动作会比较较紧。因为他们现在穿的衣服还是有很多血丝，还是有很多破碎的肉，他们洗了还在穿。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宣布，这一次有参加来急救，不只是花莲地区，全省各地来参加义交消防队的人都可以来报名。比方讲一些救难衣的一个更换，那他也希望说，让这些衣物能够汰换之后，能够忘掉当时候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张淑芬表示，经过伊的了解，救难人员甲家属上需要的就是心理咨询。除了要招募全国有意愿的心理治疗人员加入行列，嘛希望用上紧的速度来招标。伊讲，寄这纸嘛，互伊体会到家己嘛有脆弱的一面。记者陈雅文、张玉水，花莲报道。中国军机伫咧透早4点的时阵，就来扰乱台湾。咱的空军也随起飞去甲因拿早，也公布甲因驱离。另外，中国的辽宁号伫台海附近进行演习。美国国防部表示，拢有伫咧监控。咱的国防部也讲，拢有伫咧关注中国的行动。战机紧急升空，
中共军机初7透早4点外就开始大批次扰台，拢伫咱国防空识别区，创下今年了台上早纪录。但是基地甲平湖天宫部队战机拢出动哪早，过去公布管理，军事媒甚至也记录到车6强机反抢驾驶中国空袭。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这里都是中国空域。那强机经过台南西南空袭，非常专业的资讯显示，美国一架 EP-31 电子侦察机透早也伫海峡中线南边进行侦索。中美军机一透早伫这个空袭进行对立，过夜摆进出咱国 ADIG。中科院初7起未接射击飞弹，这2天中国解放军的运升号飞弹护卫舰甲情报船出现南苏外海，研判是要执行侦索任务。有关于台海周边海空域的状况，以及中共基建的一个活动，国防部这边都有严密的掌握。中美军事竞争升级，台海局势紧张。中共航母辽宁号伫台湾4号为海峡进行演习。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对强军行动当日监控，佮表示继续对台军售，确保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台湾海空飞弹部队也提升戒备。副部长张德平表示，后续研判可能行动的处理，另外也继续争取甲其他国家执行演训可能。同时，我们会以料敌从宽的这个原则，我们持续会申请跟美国和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有共同来执行演训的这种可能。国军汉光37号演习将伫4月23到30先编辑推演，7月进行实兵操演。国防部证实，基于防疫考虑，今年未邀请美军决战团来台观摩。也毋过，自前到今拢有甲美军建立训练基础甲合作条件，保持密切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唔拿亲恒大号会用无人机射东沙岛，挑工要制造冲突。海委会主委李定伟表示，目前中国的无人机也未入到禁区，若准有力气，该处理的、该接落来，一定会接落来。最近中国派出无人机射东沙岛，方解套是想要制造无清楚地带冲突。海委会主委李仲辉初7伫立法院备询时证实，确实有无人机经巡东沙，也毋过并无飞入禁限制领空，而是伫远远的所在飞，制造小型干扰。立委要求强硬反制。我无咧惊你啦。我叫防空飞弹伺候啦。委员不是不能是这样讲，我要把它打掉就打掉，这个有规定的嘛。我的意思说，假设他来了嘛，你要超前部署嘛。我跟委员讲的这个突发的状况，他假如进来的话，就有他进来的处置的规定嘛。不然你告诉我有什么规定？处置的规定就会去该开火就开火。另外，海巡署伫东沙、南沙配备有300区红准反装甲飞机。要强化岛上防御作战甲反电力，有计将伫4月1号到5月初2，伫东沙岛附近海峡，雷用自礁模拟强军进行东沙岛登陆战的时阵，摧毁强军登陆军团，进行实弹射击。李仲辉强调，这是例行演训。我讲这个是例行性的，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临机啊，或者特意的去安排火箭的哈。它是主要的用在这个反装甲跟反登陆的这个用途上面，是一个纯粹性防卫性的一个武器了。海委会报告也指出，南海情势紧张，正需要提升巡航能量。咱国当扩建太平岛码头，维护咱国海疆主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进口，民间甲政府也开发其他国家的外销市场。不过，之前有传出讲外销去到新加坡的往来品质无讲介好，今也传出讲外销到澳洲的往来品质也有问题。在去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到立法院报告，针对着无甲品质管控好势部分来甲民众回实的。伊也讲新加坡有出问题往来有12档，也要求着台湾的业者着爱换一批新的给新加坡。处理好的金线往来包装带入去箱仔，一箱一箱用飞行机送去澳洲、墨尔本。不过业者刷紧急公告，大部分的往来因为箱色出现变色变质的状况，因安尼决定无要销落市面，对消费者真歹势。最近外销的往来伫澳洲、新加坡、和日本，拢有品质海奇的状况。透早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就公开回释的，没有把品质管控好，我在这里跟所有的这些喜爱台湾的凤梨的消费者致歉。农委会来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台农发台农投资公司的经营绩效和外销状况。陈
但其中指出，这批品质不合消费者期待的往来有166公吨，占外销比例3%。伊也表示，迄12吨外销新加坡有问题往来，会要求业者继续处理。我们要求国内的外销业者再提供一批12公吨免费的高品质的凤梨给 NTUC 来补偿所有新加坡的消费者。原底无需要来立法院备询的台农法董事长洪中修也有出席，但吉中表示，台农法也是国家队的成员之一，有政策上的任务，所以也来说明。目前往来外销新加坡、澳洲、日本、香港拢传出问题。农委会表示有3大问题，包含切开的时阵发现乌心、伤青无够甜，佮有无适宜用中国的纸箱仔包装。目前拢要求业者改善，若无照办，就唔发相关的奖励金。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伫4月初7言论自由日即天推出战后电影审查展览，带大家认捌过去电影是需要经过审查年代，也互大家知影讲这段历史是安怎影响到创作者。那这总行了吧？我求你们了，我拜托你们了，我跪下求你们了。演出行动剧表现伫过去威权时期电影经过审查，创作者受到压迫的模样。伫过去电影审查的过程当中，政府认为无适当的部分，就会要求修改，也是直接加调。这个本片无修剪，这个事实说明是没有修剪影片，是完整版，但是它可能不好看。但是强调这5个字，就代表你看了短影片是不会有残缺的。7点人讲，亲像迄个时代台语电影，就受到真侪限制，譬如讲袂使拍共产主义、黑社会、甲做散开这款色彩的内容。迄个时代创作者就讲，台语电影是敢若会使拍演员摕手囡仔切目屎这种模式电影尔。雨夜花它是一个台湾第一部这个台语时装片哦。那上映之后呢，这个警务处就发现说，片中有女主角卖私烟被警察抓，然后送入狱的这个情节哦。当时这个警务处就说，民间记忆人心哦，难免触景生情，牵恶政府，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些片子调回来复检哦。国家人权博物馆伫4月初7言论自由日即天推出战后电影审查展览，一直等到12月中。望民众透过这摆展览，了解台湾电影的过去，知影这款审查制度是安怎伤害电影产业，而且打击艺术创作者。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在台湾法人新德合作财团，因过拢是以国民党代表为主。后来财团法人法修法了后，财团的房地产现金总共价值13亿，全部是归新德市政府所管。即摆市政府也按算要进一步活化房地产，也打算讲要将这款物件献给民众。1952年战后接管日本时代财产，才成立的新德合作财团。虽然讲进程是以公益甲奖学金为主，不过过去拢是特定人士把持。即马市府打算将财团财产献予全民，也算是落实转型正义。非常乐见看到这样子落实转型正义的作为，那我们也期待未来包括这一次议会有提出的这个红屋铁板烧的这一块公有土地跟房产的活化运用，其实我们都很期待未来这些本来就应该属于公有的资产，好好的被活化利用。这一次呢，看到学租财团解散之后，它的所拥有的不动产的部分，未来交由市政府管理，那可以由新竹市民共同来监督。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而且也落实了我们转型正义的工作。新德市政府讲，合作财团改善了后，其中现金的部分，去年4月已经入市库，其他不动产甲土地的部分，市府最近也按算赶紧规划，提供给全民都会使来使用。相关资产跟相关的一些它的土地，我们都透过法律途径一一的收回来哦。虽然有一些阻力，不过我们相信哦，在以公益为前提，然后适度的去做一些活化跟给民众开放使用，是我们这些相关法律通过的最主要的意志哦。根据了解，合作财团是接受日本政府甲人民财产。不过，长久以来，虽拢是补助特定团体，
需要过程真无简单，即马总算还有全名。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的家乐管理当咧转型，有一寡家乐加一寡传统技术合作，加入基本的课程，也发现讲技术的教化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帮今日暗时10点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技术是安怎改变受刑者。法务部矫正署统计，台湾各地家乐收容约6万的受刑人，当年大约有3万人会回归社会。真侪受刑人伫坐监的时阵，若无改变，颠倒有机会交流更加侪犯罪技巧甲管道。其中毒品犯的再犯率更加是有9成遐尔悬，显示敢若加禁隔离的高压管理无法度阻挡犯罪问题。古典犯罪学派在18世纪的时候，他认为监狱就是监禁隔离。但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我们叫做实证学派，犯罪学的实证学派。那实证学派它主要的主张就是说，他们在临床的研究发现，人确实是可以给改造的。为了减少再犯率，法务部矫正署最近几年搁来推行艺文教化课程，为传统技艺、造型、家规啊、魔术拢总有。大量家乐甚至成立培植影音小组，训练受刑人拍微电影。那先保持这样子，保持空，就是你。老林，先行全景太冠，5、4、3、2。影音小组是伫咱台中监狱是较特殊的单位啦，吼，伫一般的监所是无这个单位的。啊，经过咱的老师的帮忙，咱的科长的帮忙，包括讲咱工程主任，吼，讲斗相共，包括器材，用美金老师伊透过生命的教育。哦，联合企业来甲阮赞助，所以阮才有遮好的器材。其实咧画图的时阵，根本就拢袂想讲生活上的代志，你拢会想讲，我这个色配这个色，安尼咁好看，进入一款无我的境界，就是画家那会像全部的人拢无一样。在磨练技艺过程当中，受刑人甲过去犯罪连结切断，找到新的成就感，甚至得到厝内人的肯定。厝内教条式的宣导有效降低再犯率。记者王艺峰、柯宏耀台中报道。嘉义中部的石人社区除了有出产槟榔，过去也是制造竹仔纸的所在。为着要营造社区的特色，嘛希望讲这个技艺会当传承落去。社区也配合学校来重现制作的过程。用台仔甲纸张勾起来，控制好条纹，再搁砍一块布起哩。嘉义县中部乡石人社区的灯疗快乐合同，彰显过去制作的功夫，互人会当来体验学习。小朋友可以运用很多元的特色，就是花的颜色或是植物的颜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社区形态的 DIY。不止故事馆，其实在后来就是我们更新之后，会希望透过这个空间能够去串联更多山边啊、海边的社区的一些文化的内容，这样子。较早这个聚落的民众，除了种槟榔，嘛有利用竹仔来做纸，但是后来因为人口流失，产业就多，互做纸的技术渐渐失去。中正大学成人教育的团队5冬青来到这个所在，协助因甲做纸的技术重新搁找倒转来。可以老少一起合作这样，然后再把年轻的世代再拉进来。因为造纸他们现在以前从古老到现在，就是他们这里在地的产业嘛。那怎样子可以把造纸这个东西可以做得更细致、更精致？因所会晓做咧发电啊，因较早就是大家拢会晓做纸，阮就是。你若讲叫伊起纸了，这拢因家己起的，拢会晓。啊，你若讲用纸浆爱浸竹啊，迄嘛属因家己种的，家己种的竹啊。社区表示，推广做纸的课程即5冬来，我们居民的参与，嘛互将来是大有发挥的舞台。未来因要开始思考提升做纸的功夫甲品质，要替这个聚落重新找到光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美国航太总署 NASA 今年2月18日降伫火星的探测器，经过1个多月时间，伫4月初3，甲另外一只轻型直升机放出来。火星顶头是零下90度，经过1暝的太平，也要开始执行飞行的任务啊。美国航太总署 NASA 采购表示，由火星探测器、热力号所搭载的超轻型直升机基地号。
青沙头一摆为造成风释放到火区表面，搁靠机顶的太阳能动力电池甲隔离系统，度过摄氏零下90度的寒冷暗暝。基地核数热的上紧将伫4月11执行。头一摆飞行任务若讲顺利，将完成人类头一摆伫另外一个星球飞行，是真有意义。 Ingenuity will open new possibilities and will spark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about what we could accomplish with an aerial explorer. 按照 NASA 计划，造价超过24亿台票，重量只有1.8公斤的基地号，4月11暗暝头一摆火星飞行任务，将在1903年莱特兄弟完成人类头一摆飞行当时所驶的小型号顶，其中一个机是看到的布料，向莱特兄弟致敬。4月12日也是人类头一架太空船执行任务60周年，甲1981年美国头一架太空梭哥伦比亚号发射升空的40周年纪念。 Now the flight itself will consist of a takeoff and then a climb to an altitude of 3 meters. And then we will hover in place for about 30 seconds and make a turn with the helicopter while we're hovering, and then come down and land again. 因为火星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虽然直升机起飞较困难，也毋过火星动力只有地球的1/3，也对减轻直升机的难度有帮助。基地号头一撮飞行，将起高解析度的相片，目前4月份已经安排上济5撮难度渐渐提高的飞行任务。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 伫咧路西亚有一间电视台记者，最近伫街头要做现场连线时阵，形象去互一只狗家己麦克夹走，这段连线也只好先暂停起来。落尾记者有去甲麦克抢回来，继续完成这段连线，咱做回来看卖。 这狗仔抢麦克的事件发生伫俄罗斯，卫兵长的主播甲记者连线讨论天气状况，记者马上予伊肯定的回答。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Елена. Н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толичный регион пришла весна. Столбики термометров будут показывать на этой неделе до 8 плюс 9. 想要到这讲两句话，形容一只狗仔将记者手中的麦克抢走，记者赶紧对去，连线也断去。无偌久了后，记者重新上线，啊，毋过镜头仍看出麦克顶悬有狗仔加过痕迹，互人意外是狗仔也甲记者斗阵入去镜头内底。 Елена, ну, как я и сказала, пого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тличная, подходит для прогулок с вашими 记者原来安搭狗仔，原来完成连线，狗仔乖乖坐伫伊的身躯边，最后还佫伸出前脚，甲记者握手，明显双方已经真做朋友。原来迄时阵，这只狗仔甲主人咧散步，啊，毋过无别狗链，伊对记者手中失水鲜艳的麦克感觉好奇，才会跳起抢，好佳在无造成任何人受伤。这代志拄发生伫4月7日愚人节，影片伫迄一天铺上网络了后，4天内吸50万人次点阅，也为电视台做一摆成功的宣传。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 南部地区对21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